塔羅問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陳，今日係星期二，所以又有塔羅問事啦。今日想問乜嘢呢？今日就想問下部手機。當日呢，顯伯識咗河馬之後，河馬第一件事就攞咗顯伯嘅手機，話送部新手機俾佢喎。跟住呢，就過晒顯伯舊手機嘅資料啦。咁亦都因為咁樣呢，可以知道晒顯伯有幾多親戚，有幾多朋友，有幾多身家，係咪好絕呢？手機對我哋現代人嚟講呢係非常重要嘅，唔記得帶銀包都可以去街，但唔記得帶電話呢，就一定要翻轉頭攞翻部電話，咁先至可以出嚟行走江湖，繼續我哋嘅日常生活。電話係非常重要嘅一個工具啊！咁呢，河馬呢，佢嘅重要工具，河馬嗰部手機到底存在咗幾多資料呢？30號嗰單血案呢，人哋問：喂，顯伯做咩無端白事斬你啊？咁河馬就真係話唔知啊，真係乜事都冇發生，佢就斬落嚟啦，就想謀殺我啦。咁當中梗係有秘密啦，但係河馬唔講啊。但係警察醒喎，攞佢個電話嚟睇一睇，就知道河馬原來買咗高鐵飛啊！咁所以呢，就知道呢，佢哋點解口角啦，顯伯點解要斬佢啦？喺電話裏邊可以查到好多嘢，亦都因為咁樣呢，所以警方嗰方面呢就扣留咗河馬嘅電話。而一查河馬個電話，當堂就有佳音報啦。報咩佳音啊？即刻就通知無良阿水，話俾佢知，喂，幾時得閒返嚟香港協助調查，可以檢舉河馬啦。梗係啦，因為喺個電話裏邊呢，揾到阿水嗰條 AI 片啊，而且仲揾到河馬同美麗嘅對話，即刻就變成證據確鑿，可以落檢控啦。哈哈哈！咁淨係其中一單案啫喎。如果河馬真係未洗嘅資料，而裏邊承載咗河馬過去嘅歷史，咁就正啦，咁就大鑊啦。起碼河馬有冇重婚呢？可能查到喎。仲有係咪真係有志華哥呢個人呢？可能查到喎。仲有最緊要嘅就係河馬有冇過錢俾志華哥呢？所以佢嗰單重婚罪跟住變咗不了了之。咦？咁而家咪又可以重新檢舉咯？哇！如果河馬真係有志華哥，河馬真係有重婚罪，咁河馬嘅身份證咪冇效咯？河馬咪要出境咯？河馬真係要遞解出境嘅話，咁佢間公屋咪都要交返出嚟咯。哇，咁咪真係連中3T、6T 都中埋咯。諗起都開心，不過大家唔好咁高興住。點解呢？問下塔羅先，睇下河馬嗰部手機到底係唔係真係從來冇洗過啲資料，係咪從來都係用緊嗰部手機？所以如果警方得到河馬嗰部手機，就真係掌握晒河馬過去嘅犯罪證據呢。呢個真係兩睇嘅喎。從好嘅一面嚟睇，因為事出突然啊嘛，嗰日嗰單血案，河馬細估唔到會發生噶嘛，而且河馬真係發100個夢啊，都冇諗過自己真係會俾警方捉住，俾警方攞去部電話嚟睇噶嘛。而家真係人算不如天算，正因為嗰單血案，正佢又唔肯講出個真相，而俾警方有理由、有權攞佢部手機嚟扣查。知驚嘅咧，到底警方扣查河馬嘅手機期間，掌握咗幾多有力嘅證據呢？呢一個呢，真係要問一問塔羅，到底警方掌握咗河馬幾多有力嘅犯罪證據？河馬到底仲有幾多單官司會爆發呢？到底河馬嘅手機嗰啲資料保存得完唔完整呢？開出嚟係幸運之輪，手機裏邊嗰啲資料好完整喎，河馬好多嘢都仲係記錄住，冇掉到，冇 delete 到噶喎。好啊。點解呢？因為河馬就係一個係
乜都要貪、乜都要留嘅人嚟嘅。所以呢，河馬嘅手機佢保存得好好，收得好密，亦都正正因為佢收得好密，所以有好多資料佢冇取消到，佢一路都保存呢一樣嘢，係因為佢嘅性格，佢乜嘢都留住。Good，好，非常好。第3張開出嚟嘅牌就係寶劍六。咦，呢一張點解啊？即是話河馬犯罪唔止一個人喎，係一個團伙喎，一齊落鑊嘅應該唔止河馬一個人，應該會係2個以上，甚至3個以上。總之落鑊嘅人係一個團伙，而唔係單單河馬一個人。仲有呢一張就巴閉啦，呢一張就係聖杯武士，即是話呢啲罪都係證據確鑿。Yes，絕對係揸正嚟做，絕對冇砌河馬生豬肉㗎。所有證據都係透過手機裏邊嘅資料而查證到嘅。呢一次河馬真係走都走唔甩啦。警方一定會對河馬加控罪，而結果呢，河馬有排煩喎。呢一張係月亮，咁代表咩啊？壓陷咯，河馬嘅鐵槍生涯應該唔係真係1-2個禮拜可以放到監㗎。今日嘅塔羅開示，如果問河馬會唔會被警方加控更多嘅控罪呢？咁可以話俾大家知，警方今次一定會揸正嚟做，尤其是扣查咗河馬嘅手機之後，掌握到好多有力嘅證據，絕對可以送河馬入監獄，而且河馬嘅鐵槍生涯絕對唔係一個短時間。仲有啊，呢張月亮牌呢，仲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嘅，大家留意下月亮下邊嗰隻狼狼狗狗，見唔見到啊？就代表乜嘢呢？就代表河馬今次呢，唔單止自己一個入獄，而且呢仲會爆埋佢啲團伙出嚟。佢啲團伙入獄期間呢，一路都會埋怨河馬，一路都會招呼河馬，所以呢，今次呢就真係會立下大功。河馬唔單止一個入獄，佢嘅團伙都會同佢一齊入獄，而入到獄裏邊呢，佢哋自己更加會鬼打鬼。河馬真係會被千夫所指，成為眾矢之的啦。